农业同环境议题这么关心的独立记者李飞儿，做记者作为20年，加到美农10年，一下亦係阿美记者、作家同农民4種身份。過去亦是報道農村的議題，拿到鄭啟柏先生共同夫婦報道獎、作業新聞獎，未出嚟2本書。一個一旦係睇上輩個有自我意識的人，加到傳統嘅農村大家庭，而關無腦輕用嘅實踐嘅呢？雖然講係寒天時節，唔過南部嘅日頭還係一點冷，熱到講唔得。你看這個，這就是我們開放蘿蔔園給人家拔，就會有這種問題，就是講客人就會忘記，或是丟在田裡，啊，你因為家人還沒多賺。早晨張無限說，下晝1點啦，因至未入社，因係準備工期，唔過日頭暗啦，飛兒要趕定去田空。然後這個給息整理好了，就要去田裡了。我都固定帶3把刀，這把是我的，這把是給工人，這2把給工人。董叔叔嘅時代用手打動嘅火柴。看起來真強送嘅睇田空送定呢個茶，李飛兒長期關心農業韓國環境議題嘅獨立記者，2009年加到美農，就按呢開始嘅上海拿筆，上海拿無念嘅，將筆同舊筆共下時人嘅咧。學習傳統的生活方式，婆婆很重要。可是關於務農的一些態度啊、觀念啊，這些我先生就是我的啟蒙者啊。你睇杜博嘅你嘛？一下係草路呢，睇上羅皮咧；一下要起空來綁羅皮咧。韓國一陣嘢就過年呢，其他農民都有好料嘅，其實還係鹽空無限之差。因為我哋路卡有種4片，前2片係農業界公婆嘅，我哋先介唔買聽，我哋一開始買這個係嘛？今年咧寒天唔會寒，講年，我落皮就生這麼夾，硬腳，嗰種我就父母湊嚟處理啊。係佢講咧片嘅點紅係最凍到咧，4條嘅。阿年的田搶春到，佢同阿貴哥2個人喺落皮園，2個人搶試技術，落皮咧太輕嘅，根本就綁唔齊，係做咩老公唔準，佢早就打田打鐵咧。他們已經長大給你了，所以我頭家講，我做到一隻砍斬。前幾天我真的已經做到很累了，我沒有辦法，我睡也睡不着，好累，我身體已經不是我自己的了。我那時候就很想放棄啊。市場1公斤60塊耶，1公斤60塊，你知道1台斤多少錢嗎？至少60塊1台斤哦，那種妞的。這個1台斤大概10塊吧，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拿來做老蘿蔔。詳細睇算按用嘅，將過村嘅上前按講算嘅佢當時用為按講嘅度，不用睇作為15年嘅公司記者嘅條路，改做獨立記者咯。我如果還是持續做公司嘅固定的正式的員工，我冇辦法兼顧農業啊。可是我覺得農業是我新聞生命的核心，沒有農業，我的新聞生命就沒有基礎。記者、農夫雙重嘅身份，做到佢輕甜又輕歡喜。飛兒講農業韓國新聞對佢來講係相當常聽呢，佢輕享受也2種嘅身份。不過係種新聞事件，拄好拄到見公司去，霎時上面到佢唔要做內行賬號，行家要同家老公咿呀起來。我如果有2雙手、2雙腳，就又會好一點，就會講唔拉拜啊，時間唔拉拜，我就會講資源唔拉拜啊。可能我頭家就講。可能他覺得我要有一些選擇，可是我覺得這不是選擇的問題。來，去下一個點。用羅皮嚟辦下茶，旁可能有一叢種上，條路裝做豆參，以下係飛兒要入到本市，一同家家娘強下摘同馬多，冇意思閒。阿姨
你从哪你到摘了吼，系嘛？阿妹，你就可以啊。伊了细粒的吼，上痛都迄粒一片咧，就表示给他甜食听嘢，也舒服唔吼。乃没有一只绰号，你忘记冇咯？时得骨子的，比日本子的还个好，唔会坏哦，唔是脏哦，系嘛阿妹？唔对哦，比日本子的还个好。但有咧头发都扎地，好似濕牙魚咯。加多做好10年呢，係熱體成橋嘅飛兒，可能強用係體成橋嘅家娘按草字，佢夢人也俾錢唔攀得。演人生一生人就苦多，天橋做事，做唔會停，像牛樣。啊，有啲時間看到人哋做得很辛苦，我這個工我會行，我又會行夜路，啊，我又會覺得很替他難過。同最面以上嘅托馬多大包好，都好輔導貨要咧人來授課。飛兒歡喜一講，看到佢來，佢就做得合班呢。繼續聽講嘢聲，女生笑我就撈。日頭1落山呢，佢正有閒帶定生意呢到野地方去行行啊。睇田順康又讀到阿貴哥，兩個人又講起停個日要做乜嘅事。哎呦，長大了越來越重。建工時期難得有時間同奶爺傾下了，拿起手機嘅同生意嘅協商做田間記錄。等到按鋪頭時，佢真有時間好些。看到滿眼嘅落魄咧，佢有樣唔係咧硬棒，也就係幾隻農夫離飛兒提高嘅咧。呢家嘅人啊，有阿公阿媽，有還有阿太，哦，有阿爸阿妹，啊有孫啊安尼，有生意呢，你就覺得人有傳承，啊土地也有傳承。一推一推安尼工作，嗰種係會覺得體下片係有根嘅素材，喺農村嘅生活啦係有根嘅感覺。比如講佢係外省嘅第二胎，行到內農本人看做係外人，佢一次經常要有一個其他嘅家鄉，加到面農來，佢同土地就行下接圈，安尼佢就知道有個家鄉，心就行下天貼，生命也就完整咧。